来关心2024年明年的总统大选，国民党的参选人侯友宜讲，伊支持下宪法的9二共识。不过，郭文哲是认为，两岸交流唔通一直坚持伫名词的解说，要实际上有交流才有影。另外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日头咧走行程，所以外界嘛咧又讲，伊敢是想要独立参选总统。也那民进党的赖清德昨昏伊是去参加活动，伊强调中共两岸重新启动两岸服务贸易协议，就会甲咱台湾的经济搁拍转去一个中国的市场。用造势暗会有选情备战2024，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提出恢复4个月兵役的议题，引起议论。下晡参与国际帕拉斗球公开赛启动记者会了后，主动说明兵役的议题，引发外界联想，敢是受到美国的压力。恢复4个月是有前提的，我当选总统，两岸建立对话的互信基础，台海稳定，才有可能恢复4个月。侯友宜初三暗时接受中共董事长赵少康节目的专访，头一届表态支持符合中华民国宪法的9二共识，反对1国2制的9二共识。不过，郭文哲认为讲，两岸交流唔通固直看名词，要有交流才有诚意。9·2共识本来我就不太清楚了，不过经过这个侯市长的说明以后，我现在是更不清楚了。两岸之间还是实质的交流应该先恢复的。不要双方也不要执着在这种名词上面。对9二共识的议题表态，嘛叫外界解读做是要稳定拿赢的基本盘。不过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最近一直有动作，除了落南替拿赢徛台，初时早起嘛去屏东，甲议长周典伦做伙参观石板勇士专业区，讲到中国禁止进口台湾的海产，伊嘛关心外销的情形。通路这个通路了，帮你解，所以我们自己来建立一个管道，就跟台东。他们透过管道把那个释迦销出去。郭台铭答应讲，愿意替渔民建立甲对岸的沟通管道。副总统赖清德下晡出席台湾服务业大评鉴活动，致辞的时阵讲，重新启动服务贸易是唔对的。即马服务业面临的是数位转型甲净零转型的问题，要针对这两个问题去克服。提出一个10年前没有办法通过的服贸协定。重新再把台湾的产业跟经济发展锁进去1个中国原则的市场我认为这应该错。赖清德强调讲，政府的角色是协助中小企业转型，不是把台湾搁锁入去一个中国原则的市场。政府一定要协助，不是行回头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